南区盐埕拍盐的历史会当追溯到何治时期，为着台湾第一盐之称，周边的老聚落、庙宇、美食等等，拢深具吸引力。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规划南区盐埕散步路线，将当地各个文化景点以及美食小吃串联起来，要来推荐给各人大众。希望像咱台南市其他的所在的朋友，其他地方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观光客朋友们，介绍我们盐埕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其实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从台湾第一盐到庙口的小吃，从这个出张所从这边，然后一直到我们整体的这个盐埕散步路线，其实让许多外来的朋友们，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或是其他台南市其他地方的朋友，深一层深度的体认、体会、体验我们盐埕的过去走过一段的这个历史。台湾第一盐，这个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哦。那盐埕的一个文化跟历史也紧紧的跟我们在地的庶民文化，它是紧扣在一起的。那也跟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走在一起的。也诚如邱老师讲的，我们的多元跟我们的多样也导致于我们在地的一些风俗民情跟我们的美食的特色，也都在这里面发扬生根我们整个的起点从盐埕图书馆由蔡玉章建筑师来创作的这一个盐跟盐的一个结晶，有代表着书的一个堆叠历史的一个堆叠跟知识的堆叠。那走到最后一站呢，我们会让大家好好的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它会在盐埕的这个北极店做一个总汇集目前台南城市散步有12条路线，现在更加上南区盐埕路线推荐给个人。尤其盐埕地区是台湾上早拍盐的所在，路线以这个历史场景出发，搭配现有的观光资源，规划大约2点钟的散步路线，让民众亲身感受盐埕的文化历史。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